看見看不見的傷痕，親密關係中精神暴力強制控制問卷調查嘅結果發佈會。今次嘅發佈會係由香港婦女中心協會以及九龍順德社共同主辦嘅，其中亦都得到咗九龍順德社倡議委員會主席以及前任會長、國際順德社倡議委員成員、前國際理事張連惠卿女士 Vinnie 嘅支持嘅，多謝 Vinnie。喺過去45年婦女中心都一直支援香港女性去面對唔同形式嘅家庭暴力同埋性別不平等㗎。喺過去5年嘅前線服務經驗都睇到，有60%至80%嘅求助個案其實都係有牽涉精神暴力嘅情況，比想象中更加普遍同埋嚴重。為咗令到大家都更加明白精神暴力係一種暴力，需要去正視我哋都發起咗一連串嘅倡議同埋教育行動。包括由之前11月開始喺南豐紗廠舉辦咗嘅精神暴力展覽啦，去到今日都想同大家去發布分享一個完整嘅數據分析同埋長遠嘅建議嘅。當外國已經有唔少針對住精神暴力嘅研究，甚至唔同國家都有推行緊相關嘅法例嘅時候，咁香港又可以點樣去借鏡同埋改革呢？喺呢個時候，我哋都邀請3位嘅今日嘅講者一齊前嚟合照啦，包括有香港婦女中心協會總幹事時時，亦都有九龍順德社前任會長、國際順德社第17區倡議委員會副主席 Ada 馮怡萱教授，亦都有臨床心理學家張晶瑩博士 Crystal， 有請3位，唔該晒。唔該晒，時時呢度係 Crystal 可以就座啦。好，我哋今日呢個精神暴力嘅問卷調查發佈會都會開始。咁而家就先邀請時事啦，會為我哋去講解同分享喺今次成個問卷調查入邊嘅數據分析嘅。唔該，時事。好，唔該晒。咁我諗頭先即係主持都有講啦，今日我哋個主題其實就係講緊精神暴力。咁我哋見翻就係其實精神暴力係一回咩嘅事咧？係咪即係喺我哋見到嗰個發生嘅情況又係點咧？咁如果我哋睇翻我哋自己香港婦女中心協會服務數字裏邊咧，我哋睇翻最近嘅嗰5年，其實喺唔同嘅暴力，即係家庭暴力嘅事件裏邊，我哋見到咧，其實精神虐待咧嗰個發生嘅次數係最多嘅。亦都講咧，就係其實我哋見到佢發生得係最多啦。咁但係究竟呢件事係咪咁容易被人認為係精神暴力？又或者即係發生咗之後，係咪可以好似其他嘅暴力嘅行為咁樣係得到一啲嘅正視咧？咁我哋見到其實亦都係未必嘅。咁所以我哋亦都即係因為呢個情況啦，所以我哋就做咗今次嘅呢一個嘅調查。今次嘅呢一個調查咧，我哋就喺過去嘅嗰1個月裏邊啦，我哋就向唔同嘅渠道啦，
係發放咗個問卷，咁我哋就總共收集翻咧係434份嘅回應。咁我哋睇到回應嘅即係人裏邊咧，大部分係女性嚟嘅，佔咗係超過70%啦。咁而佢哋嘅年齡咧，亦都係傾向咧係喺25歲至到44歲係為最多嘅，係佔咗超過有一半嘅人嘅。咁喺啲即係回應問卷嘅人，佢哋嘅即係婚姻狀況啦。咁我哋見到亦都最多嘅咧，就係分別係已婚同埋未婚兩個，亦都係分別係超過咗40%嘅回應。咁而至於佢哋嘅學歷咧，我哋亦都係見到咧，係喺有專上教育啦，又或者係即係無論係學位啦，又或者係文憑啊、副學士等等咧，夾埋咧，亦都係有接近一半嘅。咁我哋再去睇，咁其實我哋今次問卷嘅嗰個設計講緊精神暴力，其實係啲乜嘢咧？咁我哋都係參考咗一啲外國，佢哋係就住一啲精神暴力嘅行為做咗一啲嘅立法。咁所以我哋係就住嗰啲嘅行為本身去做一啲嘅問卷，問下有冇即係對於呢啲行為嘅認知啦，認為係咪一啲精神暴力嘅情況啦，以及就係嗰個發生嘅嗰個情況嘅。咁所以我哋咧亦都就住呢一種叫做強制即係叫做一啲嘅強制控制嘅行為嚟到去問，總共係分咗有8樣嘅行為。咁呢8樣嘅行為咧，亦都分咗做2大類。第一大類咧就係而家喺畫面嗰度見到嘅嗰啲叫做控制行為 （controlling behaviour）。咁其實嗰個控制嘅行為咧，最主要就係希望對方係可以去變得從屬啦，變得依從啦，變得依賴啦咁。咁其實就係希望係可以用一啲嘅方法咧，讓對方係慢慢係冇咗自己嘅決定啦，同埋選擇啦咁。咁所以你見到我哋問卷咧係總共有4個嘅行為咧係屬於呢一種控制嘅行為嘅，包括就係要將對方同埋佢嘅朋友啊、支援網絡啊去隔離啦。利用去即係對方嘅一啲嘅即係資源啦，去剝削對方嘅一啲嘅資源啦，讓佢係去做唔到即係佢自己嘅一啲嘅決定啦，剝奪佢嘅獨立啦，或者佢可以去揾到佢去離開呢個關係嘅一啲嘅方法啦，又或者係規管佢一啲平常日常嘅一啲嘅行為，譬如話係俾唔俾佢出街啊，俾唔俾佢見朋友啊咁等等。另外第2大類咧就係一啲強制嘅行為嘅，咁就係我哋喺問卷嗰度咧，亦都係羅列咗有4項嘅強制嘅行為。咁嗰啲強制嘅行為咧，就會比喺頭先你哋見到嘅嗰啲嘅類型咧，係會更加即係所謂強制性一啲，同埋係更具威嚇性一啲嘅。咁佢嘅目的咧就係希望利用一啲嘅恐懼啦、威嚇啦，嚟到係讓對方去從屬嘅。咁所以你見到有啲嘅行為就係一啲威脅啊、侮辱啊、羞辱啊、恐嚇啊咁等等。咁另外咧，我哋都有問到嘅咧，就係有冇持續咁樣去發生。咁所謂持續嘅發生就係發生咗唔止係一次啦，而嗰個嘅行為亦都唔係一啲好單一、好短暫去發生嘅，而係經常性地發生，係一種嘅常態嘅。咁我哋亦都有就住呢個去問嘅。咁好啦，就住即係呢個問卷嘅內容裏邊，我哋又再睇一睇嗰啲受訪者佢哋嘅回應係點樣樣嘅咧？咁首先第一項咧就係我哋去問翻頭先講嗰8類嘅行為，佢哋認唔認為呢一啲係一啲精神暴力嘅行為？咁你見到咧？最後嘅嗰2條即係橫線啦，即係包括係同意藍色嘅同意同埋紫色嘅非常同意咧。你見到咧，其實呢8樣嘅行為咧，大部分嘅即係受訪人咧，佢都認為佢知道呢啲係一啲即係精神暴力嘅行為嚟嘅。不過你再去睇翻咧，再去細分，頭先有講頭4項係一啲即係頭5項啦，係一啲比較係叫做係即係讓佢去依從嘅一啲嘅行為咧，同最尾嗰3項去比較咧，其實你就會見到最尾嗰3項係一啲威脅性嘅咧，佢哋嘅嗰個非常同意嘅嗰個程度咧，係或者嗰個人數咧係多好多嘅咁。
咁所以見到其實如果嗰個行為係越係操控、具威嚇性、具嚴重性大咧，大家嘅對於呢樣行為認為佢係一個精神虐待嘅嗰個認知咧係更加高嘅。咁跟住我哋又再去睇翻參加嘅受訪者裏邊啦，我哋就再分翻男女嚟到去睇對於頭先嘅嗰8項嘅行為嘅個認知會唔會有分別？咁我哋將嗰個性別去分拆開去睇咧，見到其實嗰個分別係唔大嘅嚇，大家都基本上都係嗰個嘅認知係差唔多。跟住我哋亦都再將呢一啲嘅行為咧，就學歷嘅程度，再去做一啲分拆嘅嗰個分析。咁我哋就見到咧，係專上嘅學歷以上嘅咧，其實比起即係冇係專上學歷嘅咧，佢哋嘅嗰個認知咧係會更加高嘅。咁我哋亦都當然再做咗一個統計學上面嘅分析咧。咁你見到其實全部喺統計學上邊呢一個分別咧，都係我哋所謂係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即係喺統計學上邊係有呢個分別，即係呢個分別係我哋見到係好顯著嘅一個分別嚟嘅。跟住我哋亦都會再去睇呢啲嘅行為對於即係對於人造成有幾大嘅影響啦。咁佢哋同即係認為係一啲嚴重嘅影響同埋非常嚴重嘅影響咧，你亦都見到即係最啱尾嘅嗰兩條橫線咧係最多嘅，即係亦都係大部分嘅人咧都同意係會即係呢啲行為咧係對於個受害人係造成嚴重同埋非常嚴重嘅影響。咁同樣我哋同頭先認知嘅嗰個 slide 我哋見到都係差唔多，就係喺後邊嘅嗰幾個即係比較嚴重嘅嗰啲行為嗰度咧，大家係普遍嘅人會認為係非常嚴重嘅影響咧，係會比較多嘅。咁我哋亦都同樣地將呢一個嘅認知啦，認為係咪有受影響啦，去做一啲性別上面嘅分析。咁我哋亦都見到咧，大部分男女嘅分別咧，其實係唔大嘅。咁除咗係第一個，即係對於第一條，女性咧係較為有顯著，即係喺統計學上邊一啲顯著嘅一個分別。咁所以喺呢一度我哋就係見到女性對於第一項嘅行為，佢係認為對於人造成嘅嗰個影響咧，嗰個認知係會比較高嘅。跟住我哋亦都再睇埋係即係呢啲喺對於以下嗰8種嘅行為啦，對人造成嗰個嚴重嘅影響同埋非常嚴重嘅影響，喺學歷上邊會唔會都有分別咧？咁我哋亦都去睇翻咧，大部分即係你見到我哋喺圖表嗰度括住紅色嘅嗰啲部分咧，就係我哋見到係喺統計學上邊，我哋見到係有一個顯著上邊嘅分別嘅。咁所以同樣都係如果擁有較高嘅學歷，佢哋對於呢啲行為嘅認知啦，以及就係對人所受嘅影響咧，佢哋係有一個較高嘅一個認識嘅。咁我哋都會再問啦，咁你喺即係受訪者裏邊，你有冇曾經係遇過呢8項嘅行為啊？咁我哋咧見到咧就係有呢啲受過呢啲嘅行為嘅咧，係接近400人嘅，係總共有394人。咁而喺呢即係接近400人裏邊咧，有邊啲人即係我哋見到係佢係持續去經歷呢一啲嘅即係暴力嘅行為咧？咁我哋亦都見到係有210人係持續咁樣去經歷。咁喺持續嘅經歷裏邊咧，我哋就再問：咁你有冇去求助啊？咁有求助嘅咧，我哋就見到係只係即係橙色嘅嗰條軸啦。咁就係有接近30%係有曾經嘅求助。其實係有大部分嘅人，佢哋都係冇去做到求助嘅。咁當然我哋亦都針對住有求助嘅嗰班問佢：你有向邊啲嘅即係對象去做求助啊？咁我哋見到咧，大部分咧其實都係向朋友啦、社福機構啦、一啲嘅熱線啦。咁有接近1/3咧係話佢哋有向家人嘅求助。咁但係其餘嘅嗰啲咧，你見到都相對係比較少嘅。咁我哋亦都有問點解唔去求助咧？因為我哋見到其實有成70%人係冇去求助嘅。咁佢哋唔去求助咧，最多嘅原因即係接咗係有超過一半咧，佢話唔清楚可以同邊啲人去求助。咁又或者咧，就係有成40%嘅咧，就係覺得
求助其實都係需要一啲嘅即係關口，佢需要去跨越，佢先至係可以踏出嗰個求助嘅呢一步。咁我哋亦都再去睇咧，就係、如果一啲持續嘅發生，即係我哋去睇翻個問卷裏邊有邊啲係有關聯嘅咧，咁我哋就見到，如果嗰個精神虐待嘅行為係持續咁樣去發生，咁我哋見到咧佢去求助嘅嗰個嘅關係咧係會較為顯著嘅，即係話如果佢真係去持續地去發生嘅話咧，就會傾向係會求助。咁簡單嚟講，調翻轉個解讀就係、如果唔係一啲經常性去發生嘅話咧，或者佢可能唔係發生咗好多次，其實咧就會傾向唔去揾人求助，唔去講出嚟㗎啦。咁我諗我介紹即係我哋嗰個嘅即係統計嘅結果就去到呢一度，咁我就交翻俾主持。唔該晒，時時。咁頭先都有講到咧，喺前線嘅服務經驗咧，其實唔少嘅姊妹咧都係經歷緊唔同嘅精神暴力嘅。咁其中一位我都邀請咗一位姊妹阿 V 啦，佢正正係經歷緊咧同丈夫呢段關係嘅精神暴力。咁我哋不如一齊嚟聽下阿 V 嘅經歷啦。Hello， 阿 V， 我係阿海啊。咁多謝咧你一齊咧嚟分享你係喺成個過程入邊咧遭受精神暴力嘅經歷啦。咁咧可唔可以都同我哋一齊分享下咧？其實喺過往知道你係都有好幾年嘅時間啦，同先生呢段關係入邊咧係有承受咗好多精神暴力。咁你當中發生咗咩事啊？其實最主要咧，之前即係結咗婚都成10幾年，真係冇算，即係甚至乎可能喺人眼中係一個成功開心幸福嘅。咁直至到7年前佢有小三，係啦，咁有小三之後喺受到影響底下咧，佢就開始對我即係覺得，即係我基本上我喺佢眼中已經係一個好似好討厭啊，好冇用，做乜都錯嘅人。咁就開始一有啲咩就鬧得好緊要啦，或者成日即係對我做嘢不滿啦，又開始唔會俾我知佢做緊乜啊，佢啲行蹤啊咁啊，甚至乎食嘢咧都會由好中意好煙尖，好中意我煮嘢食之，或者煮一啲健康食品好 organic 嘅食品之後咧，跟住慢慢就演變到咧就開始話我啦，唔識慳錢啊，嘥錢啊，跟住又演變到咧就直頭唔俾我去買餸啦，只係俾我買啲菜同生果，肉咧就係一次過每一次喺一啲批發公司度買一紮嗰啲肉翻嚟，咁然之後就話咁樣先至係慳錢嘅話，我唔食嘢啦。咁其次咧就俾我屋企嘅嘢咧係每個月即係限定我大約使幾多，然之後我又每個月都要啲單要交數俾佢哋睇，就佢同小三睇，即係我又係見到佢即刻影俾小三，小三又會 challenge 我啲數，小三連我派利是派幾多佢都會去即係話我，所以做咩派咩利是？我好記得有一句説話講，你唔好當自己阿太啊，你要派咩利是？咁但係你講真，你最基本嘅你管理員啊，或者啲屋苑車嗰啲司機哥哥啊，咁你都係咁，其實都唔係多喎，一封10蚊啫嘛，2封咪20蚊，係咪？咁即係連呢啲好多嘢，咁喺咁多呢啲嘅情況底下，同埋最重要就係鬧，我開始好驚，我驚即係我先生嗰啲鬧你，係啦，鬧。咁喺呢段咁長時間呢6-7年嗰度咧，中間其實已經演變到咧，我係驚到咧，我已經係好似心理醫生後尾講啦，而家我係心理醫生，佢話我係識滯，但係我係一定要識咗滯，呢個係我個 survival skills 嚟，即係當時我除咗識滯之外，我因為我唔識大學，我呢度講咧又唔可以同人講喎，又我又冇乜人可以分享到，又唔知揾咩幫助，咁所以變咗咧，佢鬧我後期去到咧，佢鬧我好驚，我驚到咧，我淨係識跪喺度同佢講，我知錯，我錯，對唔住啊咁樣。咁但係佢又會覺得我蝦人憎，因為佢會可能喺佢眼中會覺得，哇細仔即係好似會搞到我咁，佢又會覺得好似唔係好接受咧，我俾佢搞到個精神有問題，或者係我啲病。當時我又開始甲狀腺有問題啦，糖尿有問題啦，甚至乎有一年我生蛇添，個壓力大到，
又得好多頭髮。咁呢啲佢唔覺得，我記得佢講嗰句，佢問我點解會甲狀腺有問題？我話咁醫生話壓力啊，瞓唔到啊咁樣。佢話你唔使做嘢，使咩有壓力㗎咁樣，即係佢會咁樣去鬧嘅。咁所以變咗咧，我嗰個精神狀態係去到咧個腦已經唔識諗嘢。譬如我出街，我已經望到好多人咧，望唔到呢啲樣，即係可能我見我一個識得嘅人喺我面前出現，我都唔會見到，即係我好模糊㗎嗰樣嘢。咁後尾我就中間有第4年，我撞咗個朋友，咁佢見到我話轉得咁殘，其實佢以為我有病，咁我唔係。但係當時我可以話俾你聽咧，我係個精神差到，我基本唔會照鏡，我幾年冇照鏡，我亦都冇搽 cream，一個女人可以2-3年冇搽 cream。咁我呢個朋友咁啊，佢話我啲 coupon 反正去剪頭髮，下次揾你啦。於是佢就揾下我嘅。咁我就諗下，都好啦，其實都又唔使嘥錢，啱嫁佢啦。咁就跟住咧，我開始搽咗幾陣之後咧，佢都係打電話嚟，話我頭痛，我翻咗屋企，因為其實平時我根本已經冇得問佢幾時翻屋企啊，亦都唔敢 call 佢，我係唔敢 call 佢㗎，只有佢 call 我。我已經好驚啦，咁我話我出咗嚟整頭髮，咁鬧晒粗口，話我頭痛啊嘛，乜咁。咁我隔離個朋友同埋我整頭髮嗰個已經覺得哇咩事，即係覺得見到我面色已經轉咗。咁後尾跟住佢又再打第2次嚟咧，佢話好辛苦啊乜咁。咁我話 OK，我而家翻嚟，我真係搭幾時翻嚟？其實當時我嗰個地點同屋企係爭10分鐘，而佢揸車嚟攞條鎖匙，其實好容易，同埋佢自己帶鎖匙真係唔係我㗎嘛。係啊。咁好啦，我唯有同我整頭髮嗰個，我唔好意思，我而家我屋企人有啲事，我一定要翻屋企俾條鎖匙佢。咁我話唔緊要啦，我轉頭翻嚟你先至同我整咗啲顏色佢。佢話你咁樣樣，因為我同你洗咗出，我話唔得啦，我要即刻走啦。我真係我驚到即刻走咯。好驚。咁佢見到我咁嘅樣，好啦，我同你揾個揾浴帽咧笠住佢，因為嗰時冬天。你做乜你會好易攝親嘅？咁所以我係好奇怪個樣，你諗下，條頸咧就勾住嗰啲毛巾，即係跟住戴住個浴帽，有個鋪頭行去個的士站度排隊的士。雖然唔係好多人等的士，咁但係街係好多人望住。即係以前我記得我睇啲電視劇話，哇啲劇情咁誇張會唔會咁？即係原來發生喺自己身上係真係會咁㗎，真係會㗎。即係講俾人聽會覺得好笑咁誇張，係真嘅。原來真人真事係會發生㗎。咁所以嗰時嗰個精神狀態係真係好差。咁同埋可能喺小生見到，即係佢越嚟越可能佢嗰啲嘢啦。咁樣嘢就更加變本加厲斷絕。咁我先生直頭同我講話，你搞掂我屋企啲嘢，總之即係唔好理佢劉小生嗰啲嘢啦。因為後尾佢見到我發覺，即係睇到 message，發覺佢有小生，咁又係鬧，即係好似係我錯咁，我睇到 message。跟住佢哋就更加即係變本加厲一路咁。咁去到直頭有一次，因為嗰時業主咁啊整完個水喉，咁有一次個水喉又繼續嗰啲水咧好慢喎整完之後，佢就係咁鬧我，大佬咧叫人哋嚟整真係貴，咁業主你識加租其實變相一樣。咁我同我水喉師傅講，我水喉師傅咧，佢話你真係好人，你呢邊先生逼你，嗰邊你又個業主又費事佢嘥錢，因為佢講咗，我同你整唔緊要，但係萬一整穿咗，因為舊啦嘛，佢話係要成萬幾2萬嘅，你要同業主講，我點講得出口啊？只不過係嗰啲水流係慢咗，咁我突然間爆喊，因為我真係唔知點做，我好驚啊！我好驚我交代唔到㗎，實際嘅。我驚佢又不斷鬧你啦，發脾氣。係啊，唔知點做，因為已經為咗呢件事鬧。咁跟住嗰個師傅好到咧，佢話好啦，我幫你諗下啦。咁佢話我晏啲打俾你。咁我等到6、7點，佢都未有電話。其實我已經好驚啦，我死啦！如果佢翻嚟未搞掂點算咧？跟住我收到嗰個師傅電話，佢約上嚟，佢
佢幫我諗一個好折衷嘅方法，就係、你唔好用熱水啦洗手盆，你淨係用凍水啦，咁佢個水流就會谷埋一條啦。哇！我直頭開心到個師傅係冇收我錢做。佢話：佢話即係我唔係特登爆喊嘅，因為佢 feel 到我真係爆喊個眼鏡。咁即係好多呢啲咁嘅嘢咧，即係造成其實喺嗰個情況底下咧，我真係唔識諗嘢，係個人咧停咗咁樣，意識咗掣咁樣，因為好驚對方再不斷發脾氣啊、威脅啊、恐嚇我啊，好多呢啲情緒嘅控制啊。係啊，係真係好驚，又驚佢唔中意啦，又驚咁個小三得逞，其實會傻到會咁咧，就我又有機會俾個小三去話我唔好啦。其實我見咧，好似係變咗係佢係大婆，我係唔知乜，即係我一去到個位近到咧，心理醫生話你卑微到係成個自己 collapse 咗我自己。係，所以其實精神暴力咧，真係會為一個人咧帶嚟一個好嚴重、好深遠嘅影響啊！係亦都會影響你成個精神上啊、生理上嘅健康。咁所以咧，其實喺呢一度咧，因為喺即係今日啊，其實都好想係就住咧成個問卷調查發布嘅時候咧，同大家去講就係、咁究竟喺成個社會嘅層面有啲咩係可以做咧？譬如如果對你嚟講啊，你覺得譬如如果真係長遠上有多啲法律嘅改革，係可以支援到你嘅，令到你有多啲法律嘅保障啦。係因為譬如話精神暴力有陣時你唔似話可能打傷流血嘅傷咁，你驗唔到嘅。但係如果法律嘅改革咧，令到你多啲保障，你又覺得會唔會好啲咧？絕對係啊，因為嗰時其實咧係好偶然嘅機會底下，因為我要幫我媽媽問一啲即係可能因為我媽媽佢哋嗰啲90年嘅啲離婚嗰啲嘢冇搞清楚，咁我就係揾到你嘅嗰個法律諮詢。咁就係因為就係咁啲機緣巧合底下，其實我就問咗自己嘅嘢。咁但係亦都明白得到，其實小三啊同埋呢啲咁嘅精神虐待咧。你真係哇！除非我有好多錢嚟證明呢件事啦。如果唔係，其實根本我唔同一個傷痕話我即刻報警立案有證據啦。但係呢啲咁嘅原來我7年我有冇證據啫？我係硬食嘅啫喎。係啊，但係6-7年嘅傷就真係好長好深啊！係啊，甚至乎佢都唔覺得我係即係你咁嘅精神壓力啫咁樣。咁所以變咗，我覺得呢樣嘢咧，佢點樣界定？當然你又唔可以俾人濫用，但係又要有幫助。其實我都明白係困難，但係對於我哋呢啲嘅真係受緊精神壓嘅，即係精神虐待嘅人嚟講咧，就真係好需要呢啲幫助。咁同埋尤其是我想提出一樣就係話，尤其是我呢啲，我又未去到基層。OK， 我基層可能要即刻揾啲社署或者揾啲即係法團啊嗰啲咁樣咯，但係我呢啲咧，因為我係俾佢掩住晒，其實我等於冇錢使，我冇可能去用錢請咧去睇心理醫生，用錢去攞一啲法律諮詢，咁所以變咗其實我哋呢啲喺嗰個唔識諗嘢嘅狀態底下咧，又更加做唔到啲乜喎，又冇能力去真係搞離婚啊，去即係好驚嘅，因為我覺得我做得啲乜咧？係咪喺我哋呢啲咁嘅年紀底下，我做得啲乜？所以一拖又亦都係一個 factor，就係拖咗落去。係，我都記得咧，阿 P 你有講過，就係都有同身邊人講起呢件事嘅時候咧，但對方咧就話俾你聽啊，睇開啲啦，冇乜嘢嘅，遲下就冇事㗎啦。咁所以咧，如果除咗話法律上要改革啦，另一樣嘢就係，如果你唔能夠咧令到成個社區大家咧公眾人士啦，同埋你身邊嘅朋友啊、屋企人都識得咧點樣真真正正陪伴你、支援你嘅話，有多啲呢啲培訓啊，你覺得係咪都可以幫到你多啲咧？係啊，我諗佢哋即係忽略咗，其實精神嗰個虐待咧，嗰個道德綁架其實係好嚴重嘅，可以係嗰個傷痕係等於係拮你一刀一樣嘅。係。你同埋即係等於好似你根本嗰時你又唔識反抗，咁你又話唔到俾人聽我有傷痕喎，咁所以點樣可以令啲人明白呢樣嘢咧？其實我都唔知啦，但我都明白嗱，因為就算我自己嘅媽媽，講啲親生媽媽，即係後尾我都焗住同佢講嘅時候，佢都話：
哎呀，你睇開啲啦，你唔好諗就得㗎啦咁。點解唔好諗？點就睇開啲？我一去到個位，係唔係唔好諗？係唔識諗嘢係。好，唔該晒你啊 V， 多謝你好坦誠、好真實咁樣講咗你呢6、7年裏邊每一日都發生緊即係好多精神暴力嘅情況，要講出嚟本身已經要好大勇氣，但你依然都願意即係同我哋講翻，係咪真係希望令到大家都真係正視精神暴力係一個暴力，佢需要有好多方面嘅配合支援，令到大家真係要正視我哋受到嘅好深遠嘅影響。唔該晒你啊 V， 唔該晒你。拜拜。咁大家頭先都有聽到啦，阿 V 咧其實佢喺外國大學畢業翻嚟嘅，擁有一段咧大家都覺得係美滿嘅婚姻啦，生活條件其實都唔錯，但係原來咧精神暴力呢啲行為咧都會發生喺佢哋身上嘅，都令到佢咧每一日承受住經濟上嘅操縱啦，社交上咧係唔可以隨便去識人啊，去外出啦，同埋精神上嘅折磨嘅，咁所以其實點樣嘅一個長遠嘅改革同埋社區嘅教育先可以去支援到大家咧，呢個都係我哋好需要去考慮嘅。咁接落嚟咧就亦都邀請咗臨床心理學家張積賢博士 Crystal 咧同我哋分享下，因為知道 Crystal 其實平時都面對住好多 client 咧，其實都有承受住唔同嘅精神暴力嘅行為同埋啲影響嘅。咁我哋又可以從咩角度去理解呢樣嘢，同埋去支援佢哋咧？唔該，Crystal。好，咁我哋咧睇翻今次嘅調查結果啦。咁其實我哋涵蓋嘅8項嘅即係強制控制行為咧，其實都係一個循序漸進嘅特質㗎。即係佢初期咧都係一啲比較日常啊、比較隱蔽啲嘅，可能係我哋一啲嘅習慣上面。咁啊，可能喺嗰度咧就即係我哋可能啲婦女就會被操控啊，或者即係被有陣時可能係即係多咗一啲我哋嘅所謂關心。但其實呢啲關心咧都係有一啲嘅操控形式啦，咁所以咧有陣時咧可能佢哋都會覺得好合理喎，呢啲嘅關心啊嘅照顧啊，但係慢慢咧其實咧呢一啲嘅即係操控咧就會升級成為一啲比較具威脅啦，或者即係具支配性嘅強制行為啦。睇翻頭先我哋個案咧，即係都係好似係由普通一個日常嘅買餸啊、食啲乜嘢開始，跟住就去到一個即係比較受到威脅啊，或者經常俾人鬧啊嘅呢一個咁樣嘅行為啦。咁我哋咧好多嘅個案咧都會睇到係有一啲咁樣嘅脈絡嘅發展。咁其實咧即係呢一啲開始嘅時候咧，呢啲嘅精神暴力未必可以好及時咁樣即係呈現出嚟嘅。有陣時係慢慢去建立咗啦，未必係好負面啦，亦都未必係好劇烈嘅。但係咧，佢慢慢就會令到即係我哋受害者都會感覺有啲唔舒服啦，情緒開始有一啲嘅即係低落啊，或者有啲緊張啊、焦慮啊。然之後咧即係可能施暴者咧，亦都會喺日常裏邊咧，再繼續咧去累積呢一啲咁樣嘅一啲緊張嘅氣氛啦，從而咧令到咧即係受害者咧佢哋會開始覺得難受啦，亦都開始覺得唔知點算啊，驚惶失措，好似頭先我哋講嘅咁樣。咁其實咧，我哋睇到就係好多時候佢哋最快嘅及時嘅支援就係身邊嘅朋友啦。但係有陣時喺我哋嘅文化嗰度咧，就係呢一啲可能呢啲係關心嚟嘅啫喎，呢一啲可能係一啲照顧生活上面嘅嘢啫喎，有陣時都未必可以及時咧辨識到呢一啲係一啲問題。咁所以我哋嘅政策同埋服務層面咧，其實我哋可以推動我哋一個旁觀者介入嘅策略啦。譬如我哋可以提升我哋市民對即係強制控制呢一個嘅辨識啦，同埋咧跟裏邊嘅風險嘅個意識都可以提升佢哋嘅，亦都協助咧我哋社區上面啦，唔同嘅社區嘅成員咧，亦都可以察覺身邊嘅人咧係咪正受住呢一啲精神即係暴力嘅影響咧。咁可能係一啲倫理上面啦，即係倫理關係啦、社區啊層面都可以去即係去介入啦一啲我哋嘅鄰舍關係上面，亦都及早嘅識別同埋提供適切嘅轉介啦咁樣。咁希望呢一啲嘅如果我哋一開始辨識到嘅話咧，我哋亦都可以及早介入呢一啲嘅即係可能作為一啲嘅婚姻輔導啊，或者相處上面關係上面嘅輔導都可以幫到佢哋。咁避免發展成為一啲咧好嚴重嘅精神暴力嘅問題嘅後果啦。
該晒 Crystal。咁接落嚟咧，其實我哋都因為知道咗就係頭先你講到就係點樣去支援身邊嘅人啦，能夠可以有系統性咁去支援真係遭受緊精神暴力嘅朋友，以及咧長遠嘅法律改革啊，其實都係講緊就係究竟香港可以點樣去改革咧，以至去減少精神暴力嘅行為咧。咁接落嚟咧，就邀請咗我哋九龍崇德社前任會長、國際崇德社第17區倡議委員會副主席 Ada 咧馮義軒教授去同我哋講下長遠上我哋就有咩措施去一齊去同成個社區啦、政府咧一齊去做嘅。唔該你 Ada。唔該晒主持。九龍崇德社咧就係國際崇德社一個成員嚟嘅。咁我哋嘅主要嘅工作就係希望咧為婦女去做一個咧更加美好嘅世界，係拒絕暴力，包括拒絕埋一啲見唔到傷痕嘅精神暴力。咁今次咧，我哋同香港婦女中心協會一齊舉辦咗一個展覽啦，之前跟住做埋呢一個咧就係問卷調查。咁我哋都睇到咧個結果咧，都令我有一啲係啟發性嘅思考。咁見到就係有大約70%受訪者我求助，而求助渠道咧多數咧就係揾朋友嘅。其次就係社福機構等等，咁我見到咁嘅情況底下咧，就會有分為短期、中期同埋長期嘅措施啦。咁首先咧，既然見到咁多係揾朋友介入幫忙嘅咧，當然我哋短期措施就係要推動旁觀者有個介入嘅策略，同埋咧係加強我哋嘅公眾教育。因為見到好多幸存者咧就揾朋友幫助啦，但係朋友又點會可以識得去識別呢一啲嗰個精神嘅暴力嘅情況，點樣可以幫到佢身邊朋友可以去介入同埋支援咧？咁我就會建議就係政府同埋相關機構咧，加強呢個宣傳暴力嗰個識別同埋一啲求助嘅途徑添。咁喺令到身邊嘅人咧，可以喺安全同埋適當嘅情況底下咧，係提供協助，幫到啲受害者，從而咧等佢哋可以更早可以係接觸到一啲係合適嘅支援服務嘅，例如揾一啲適當嘅社福機構去幫手嘅。因為我哋覺得，如果係大家都唔清楚或者唔清晰，或者公眾人士唔知道點樣去識別嘅話咧，往往就會係可能唔確定啦，或者係怕尷尬啦，或者係擔心俾人話你多管閒事，而選擇去沉默，令到受害者咧係未可以適時得到佢應有嘅幫助嘅。咁呢個就係我哋希望短期措施，希望大家一齊就係包括係政府啦，同埋係相關嘅機構咧，都可以幫手係推動呢一個旁觀者介入嘅策略啦。咁另外第二項咧就係中期嘅措施啦。點解話中期咧？中期唔係表示我哋現在唔處理喎。不過我哋即使現在開始去着手處理咧，都需要長少少時間咧，先可以見到個成效嘅。咁呢個第一點就係建立一個早期識別同埋一個篩查嘅機制。咁精神健康篩查咧，可以幫手係一早可以識別到咧，可能遭受精神暴力嘅人士，同埋可以令佢哋早啲可以介入。咁但係咧，因為精神暴力涉及嘅權力同埋控制關係咧，如果篩查嘅係嗰個政策或者係嗰個機制咧，係欠缺一啲安全嘅設計，反而咧可能令到受害者面對被監控嘅報復嘅風險嘅。咁所以呢個要小心去安排先得。咁呢個機制有啲咩係需要注意嘅咧？第一就係要確保有個保密嘅安排。第二有個即時嘅轉介同埋呢個係安全嘅計劃。咁進行篩查就有咩要注意咧？就要避免喺加害者可能在場或者可以接觸到受害者嘅裝置情況底下，進行一啲相關嘅提問同埋係派發一啲資料嘅。咁呢個所以就係要中期咧先可以有啲成效啦。咁其餘跟住第二個就係咧，增加 NGO 即係社福機構嗰個精神健康支援嘅資源啦。咁我提供支援咧，希望可以強化社福機構喺處理相關個案嘅時候咧，嗰個支援嘅能力嘅。
因為精神暴力對於心理健康嘅影響咧，我係長期嘅深遠，好多時係會以焦慮啦、抑鬱啦、失眠同埋創傷嘅反應底下咧出現嘅。但係公營嘅精神科服務輪候時間咧就比較長。咁幸存者喺個風險仍然存在嘅情況底下咧，係會往被逼要做咩咧？就係要等待啦，同埋容易令佢嘅壓力同埋危機咧係進一步加深嘅。咁所以咧，如果我哋可以強化社福機構對於相關個案嘅支援能力，係包括係提供期可同埋係心理介入嘅安全計劃啦，包括係建立跨專業嘅個案管理模式，即係咩咧？即係由社工連結埋臨床心理學顧問同埋係法律支援。咁做呢一啲工作咧，我哋需要資源嘅。咁所以喺公共治理角度嚟講咧，呢個唔單止係一個資源配置嘅問題，都涉及咧點樣令到我哋可以更加適時管理同埋降低風險。咁政府可以考慮咧設立一啲同精神暴力相關嘅專項撥款，可以支援啲社福機構咧佢嗰個支援嘅能力嘅。第三點就係長遠啲咧，就係要加強唔淨止公共教育啦，就喺學校從小就開始係灌輸一啲係性別平等嘅教育。咁透過學校教育咧，就可以及早建立平等同埋健康關係嘅觀念啦。有助提升年輕一代點樣對控制行為同埋精神暴力嘅辨識能力，從而促進更健康嘅親密關係文化。呢個咧其實除咗呢一個係拒絕暴力之外咧，再建立一個更加健康、更加係正面正向嘅一個大家相處嘅關係，同埋點樣慎防順口言咧？因為喺香港呢個傳統華人社會咧，可能好多小朋友見到佢祖父輩嗰代係咁樣，父母係咁樣，我自己一代都係咁樣去同人相處啦，咁就會有一個延續性嘅問題。希望及早咧係從教育從小着手，亦都更加健康嘅一個社區嘅。咁好啦，到到長期措施又點咧？到到長期措施咧，頭先提過啦，我哋都希望咧係推動一個法律改革嘅。因為現時嘅一個法律保障嘅。咁法律改革咧，其實我哋睇翻就係世界上邊有一啲國家，包括埋係英國、愛爾蘭同埋澳洲咧，都已經有一個法例係處理呢啲精神嘅暴力嘅。而係其餘第啲地方，例如先波都係研究緊。咁我睇翻就係推動法律改革可以有啲咩嘅幫助咧？因為家庭暴力咧就唔限於即時或者可見身體傷害，包括埋咧係持續性嘅操控、威嚇同埋心理壓迫嘅。咁佢影響咧可以係逐步削弱受害者嘅自主能力同埋係人格嘅尊嚴。咁現行嘅家庭及同居關係暴力條例，主要都係透過民事去禁制令啦，去提供保護。雖然喺一定程度上咧，可以防止進一步嘅滋擾或者暴力，但係咧對於未達到肢體傷害嘅門檻，卻具長期操控性嘅精神暴力行為咧，仍然係缺乏一個明確嘅刑事嘅規管嘅，令執法同埋介入存在一個制度上面嘅缺口。咁所以咧，我哋個會同埋係香港法律中心就會建議政府係研究相關法律嘅改革，可以參考英國啦 Serious Crime Act 2015第76條，將強制操控 controlling or coercive behaviour 嘅8類可能構成精神暴力嘅行為納去刑事規管範圍，等到具持續性同埋支配性嘅精神暴力更可以清晰呈現，同埋係更全面反映家庭暴力嘅真實面貌。咁雖然強制控制嘅行為未必係單一事件中構成傳統意義上面嘅暴力，但係佢嘅持續性咧，足以係造成一個嚴重嘅心理創傷，亦即係話係實體暴力嘅前兆嚟嘅。咁通過將強制控制行為刑事化咧，可以提升警方咧同埋係司法機構早期介入嘅能力，同埋向社會清楚表明精神操控同樣係屬於
不可接受嘅家庭暴力形式，從而加強咧預防同埋幸存者嘅保護。咁我哋就係期望咧，我哋香港婦中心協會同埋九龍信德社係我哋期望通過呢一次嘅調查同埋個統計結果咧，等社會可以睇到嗰啲睇唔到嘅傷痕，去推動更多討論啦，係更多嘅關注啦，包括係政策方面啦，喺教育方面啦，同埋倡議方面提供更加多嘅社會支援嘅。多謝大家。唔該晒 Ada， 知道 Ada 同埋九龍信德社其實一直咧都好落力咧，去諗點樣咧令到香港可以再進一步減少精神暴力嘅影響嘅。咁所以我哋有一系列短期、中期同埋長期嘅措施，都真係需要由政府啦、唔同部門啦，同埋成個社區啦，以至唔同嘅機構咧一齊去長遠合作咧，先有機會可以去減少同埋打擊精神暴力嘅。咁呢個時候咧，其實喺我哋同時間亦都準備咗咧，其實有一系列關於精神暴力嘅裝置咧，俾大家個記者朋友都可以了解多啲。咁究竟其實講咁多類嘅精神暴力，其實係會點嘅咧？喺會場嘅另一邊咧，大家都可以陣間咧留低咧，慢慢觀賞嘅。咁去到呢個時候啦，咁我哋係就會有一個 Q&A 嘅部分，睇下大家記者朋友有冇咩係想了解多啲，都可以喺現場咧去傾嘅。唔該晒。係，你好，你好。經濟日報有幾樣嘢想問下，因為其實都睇到你即係呢個研究即係分兩部分啦，最主要都可能即係了解即係大家即係對呢個精神虐待嗰啲認知啊嗰啲啦，但係都想了解多啲咧，即係第一樣係因為一開始聽到協會嗰度好就話即係過呢幾年即係收到關於精神虐待類似投訴或者查詢都好啦，可能有冇話呢啲數字啊，可能即係或者你哋發現呢個精神虐待嗰個即係普及性係有幾高啦。第二樣都想問下咧，因為見到你哋即係都定義嗰一樣嘢啦，即係都話呢啲行為係持續嘅，以你哋觀察可能即係嗰個持續性可能係幾耐咧，同埋係啦，粗口文嘅兩個情況。我諗呢個其實就係我哋攞翻我哋喺我哋婦女中心啦，我哋嘅服務裏面，咁我哋嘅服務其實係包括有幾樣嘅，即係你見到呢度就寫住輔導同埋法律支援嘅嗰個服務。咁其實頭先嗰位個案佢都有分享，其實我哋有一個專門就家事法裏邊嘅一個法律諮詢服務係俾女性嘅。咁我哋每年大概係有200幾個，因為每都係一個獨立嘅個案咁樣去處理。我哋每年大概可以處理到200幾個嘅查詢，200幾個見律師。咁喺嗰度裏邊咧，我哋就再將佢喺過去由19至到20年度，去到23至到24年度嘅嗰個分析。咁你喺即係而家呢度，你會見到其實當然佢哋每一個個案可能唔係淨係經歷一樣嘅嗰個暴力嘅行為嘅。有機會係3種暴力嘅行為，即係肢體上面嘅暴力、性暴力同埋精神虐待都有。咁但係我哋再去睇翻呢啲個案裏邊咧，其實最多發生嘅都係一啲精神虐待嘅一啲嘅個案。咁所以精神虐待我哋就會歸類為其實可以係好闊，譬如話可能佢持續嘅鬧啦，將佢詆毀啦，變到佢好冇地位啊，經常係一種佢唔係真係去使用一種暴力。去暴力嘅行為去打，但係一啲嘅恐嚇啦嚇。咁我諗頭先嘅個案已經講得，即係用佢嘅情況去講，其實冇一啲好直接真係打嘅行為，但係讓佢係經常性地處於一種好激動嘅狀態，即係驚到甚至乎你頭先講個例子，原來戴住浴帽、披住毛巾行出街，佢都要趕住翻屋企，連洗乾淨個頭都唔可以嗰種嘅行為。咁係咯，咁所以你講緊話嗰個普及性有幾大，我哋就用我哋嘅服務嘅數字去講翻嚇。咁但係至於嗰個持續性有幾耐，當然我哋喺問卷嗰度咧，我哋就係話即係經常去發生嚇。咁但係當然咩為之經常去發生，就由填問卷嘅嗰個人去定義。但係當然我哋亦都有另外，譬如睇我哋嘅服務數字，我哋都有去問翻，不過就冇喺今次問卷裏邊去表達，即係去寫翻出嚟。譬如我哋睇翻我哋啲服務數字咧，佢哋都係去講話，唔係發生咗一次我就會去求助，我通常會發生咗多次，
我先至會求助。同埋，如果喺我哋服務數字裏邊，我哋會見到通常嘅嗰啲嘅行為咧係以年計嘅，即係佢唔係話我俾人鬧咗一次，或者我俾人打咗一次，我就去揾人幫手。就算真係打，可能係去持續以年計嘅去打，先至我覺得啊，可能我去到一個位，我覺得我要出嚟，即係企出嚟啦，我去揾人啦咁。咁呢啲嘅位，咁當然我哋曾經有個案係分分鐘係持續咗成20年嘅，佢先至去揾即係社工去求助。咁所以呢啲嘅狀況，亦都即係講緊個持續性，可以係一啲好長嘅一個嘅時間咯。可唔可以理解做可能即係你哋每年都有或者呢幾年啦，可能即係每年都有200幾宗，可能即係關於精神虐待即係嘅求助啦。第二樣都想問翻，即係有冇話其實可能即係呢啲受害人咧，即係可能係即係頭先你講啦，即係唔係一次就求助，而係多次啦。有冇話可能即係去到邊個位係咪即係佢哋可能即係精神啊壓力嗰啲好大先即係求助咧？同埋可能有冇話係去到即係邊個位應該咁講有冇話即係點解佢哋咁遲先求助，或者係佢哋唔理解呢啲係一個精神虐待啊，定係受限於即係施虐者啊，定係點樣咧？我分享多啲前線服務嘅角度咧，就係、第一係嘅，即係譬如喺每一年咧，都基本上都會至少有200幾位嘅姊妹，除咗可能係我哋傳統上見到一啲遭受嘅家庭暴力啦，精神暴力咧係更加普遍嘅，甚至係更加多嘅。而第二個問題咧就係講緊其實佢哋點解會可能係會即係多次持續去遭受咗暴力，然後先可能有一次求助咧？其實有好多原因咧，即係同佢哋嘅性別角色咧、性別嘅唔平等好有關嘅。因為喺佢哋嘅家庭入邊啊、女朋友入邊咧，都會覺得啊，你做一個女人，有陣時其實啊，可能丈夫咁樣對你都要忍一忍嘅。可能丈夫只係為你好，覺得有啲嘢即係俾個建議你再做好啲啦，咁佢就唔會再咁發脾氣啊，再鬧你嘅。咁呢個時候咧，大家普遍女性都會覺得啊，咁係咪我再做好啲，咁就可以避免對方再鬧我咧？咁都有好多呢啲內心嘅質疑啦。但係呢啲不斷重複發生嘅時候咧，其實都會令到佢哋開始咧係情緒上啦、精神上同埋生理健康上出現咗好多症狀嘅。即係譬如重複覺得自己係冇用㗎啦，我做任何嘢都係冇用㗎啦，人哋只會覺得我係一個好差嘅女人嚟嘅。另外就係好多會失眠啦，佢會開始咧精神嘅專注力下降啦，亦都冇動力出街啦，等等去見朋友啦，亦都好怕傾起呢啲嘢。譬如話，就算佢有勇氣去同身邊人傾嘢嘅時候咧，身邊人咧都可能會覺得就係頭先阿飛所講，就係連自己媽媽都會話啊，呢啲忍下啦，作為女人有陣時係咁樣㗎啦，過一陣間就冇事㗎啦，你要做好啲自己女人嘅本分，人哋都話唔到你㗎啦。咁不斷女我都承受緊呢啲嘢時候咧，令到佢都會好掙扎，係咪真係要出嚟？到真係開始精神上承受唔到啦，甚至關係開始破裂啦，對方都覺得我唔想再同你一齊啦，佢就唯有去呢個時候覺得真係要揾人幫手啦。咁所以佢出嚟求助嘅時候咧，可能係都係伴隨住係譬如想尋求緊離婚嘅支援啦、情緒健康嘅支援啦，所以有啲治療啦，去問我哋先可以開始揭發原來已經發生咗可能好多年嘅精神暴力嘅行為咯。因為咧，我就想問下，因為其實都見到你哋即係個問卷就話，其實好多受訪者都話其實覺得嗰一堆行為係即係精神暴力啦，但係又見到好似你哋頭先話啦，可能即係佢哋係咪我冇理解過，即係受限於係個社會嘅氣氛嗰啲，所以就唔敢出嚟啊？定係應該話其實佢哋即係實際上嘅受害者都未必 realize 嗰個係一個精神暴力咁樣，即係好似見實際嘅情況同埋即係好似問卷嗰啲落差，就想問翻個情況。其實我覺得兩個因素係兩個互相強化嘅，同時存在嘅。一嚟就係喺女性喺而家呢個社會上，其實始終都會面對住，尤其是喺關係、親密關係嘅性別唔平等咧，其實係更加深途、更加進入咗關係入邊，好難去覺察嘅。而另一樣嘢就係精神暴力，大家都會普遍覺得你唔會見到傷啦，你唔會見到個實質真係撞瘀咗、打傷咗、流血嘅傷口嘅時候咧，只係一啲大家就會可能係會好輕視
試咗，譬如語言上啦、經濟嘅操縱啦、唔俾出去社交啊、情緒操縱呢啲咧，都可能會覺得唔係一啲好大嘅事情啊。咁幾樣嘢加埋之後咧，就會更加會覺得精神暴力都只不過係啲好細埃嘅講幾句嘅説話啫，你唔使咁都會頂唔順啊嘛，你咁都會咁敏感咁都聽唔到落去，都會有呢啲嘅感覺咯。咁所以其實係兩樣嘢性別上嘅唔平等啦，再加上就係好輕視精神上嘅傷害啦，兩樣嘢加埋就令到呢樣嘢其實變成咗一個好深嘅暴力，但係大家唔知點樣去講出嚟，以至真係要搞到係可能真係比較嚴重啦，好多症狀出嚟咧，先會覺得啊，咁不如我揾人去幫手咯。好似都想問，有冇話你哋即係以你接觸到啲個案或者求助咧，可能最多即係頭一兩位，即係對方或者另一半係做啲咩，對佢哋做啲咩咧，或者可能邊句説話係即係你哋成日都會聽到啲受害人話，即係對方會講嘅咧。第二我都想問下咧，因為見到你哋就話其實係即係呢啲精神虐待其實係即係有機會再演變成呢啲肢體暴力啊、虐待嗰啲㗎嘛？有冇話以你哋所見可能即係呢個機會有幾高啊？咁樣即係啦，或者過往嘅情況可能有去到幾嚴重咧？好啊，唔該晒。咁咧我哋可以睇翻呢問卷咧，其實有8項嘅行為咧，都係講緊控制咧同埋強制嘅行為嘅精神暴力嘅。咁咧比較多姊妹咧都係由咧第1、2、3、4開始嘅。咁譬如經常聽到啲咩？頭先阿飛都有講就係，譬如佢當長期承受咗好多壓力啦，佢開始身體嘅甲狀腺有問題啊，佢係有生痔啊等等嘅時候咧，咁老公咧就會講一句話：你都冇返工，你點會有壓力啊？你點會係即係你哋已經平時已經俾錢你出去買嘢去買餸㗎啦？咁你連呢啲嘢都做唔好，你做一個女人咩都做唔好，咁都會係用呢樣嘢咧嚟捆綁埋佢自己作為一個女性，可能比較多係一個屋企主要嘅照顧者，捆綁埋佢照顧責任呢樣嘢做得唔好，令到好多人啊，唔一定係男性嘅丈夫嘅，可以係譬如老爺奶奶啊，或者係屋企入邊其他嘅父輩啊，都會咁樣去譴責，佢覺得呢個女人咩都做唔好啦，唔係一個好嘅媽媽啦，唔係一個好嘅新抱啦，好嘅太太啦咁樣。而再嘅就係、其實咧，當第1項去到第4項咧，呢啲不斷重複發生，而都冇人去識得去支援佢嘅時候咧，而身邊嘅朋友都覺得呢啲係啲好細微嘅嘢嘅時候咧，就真係會加劇咧，重複去開始就會有從第5去到第8項嘅一啲譬如威脅啊、壓迫嘅行為出咗嚟㗎，即係佢可能會威脅佢，如果你呢樣嘢做唔好咧，你就唔好出街去見邊啲人啊！你呢個禮拜咧，如果你出街之前咧，你話我聽，等我去決定咧，你係唔可以去出街嘅，或者可能有好多嘅恐嚇威脅啊！如果譬如你再繼續佢咁樣嘅話咧，我就會去 cut 咧你嘅使費㗎啦，啲嘢咧就你唔可以再買㗎啦，等等啦，亦都會有好多語言上嘅侮辱啦，就會不斷強烈會話俾你聽就係、你啊，你呢啲嘢都做唔好，你連呢個女人嘅角色都做唔好，你係即係你咩都唔係啦，咁都會有好多呢啲好難聽嘅侮辱啦同埋恐嚇出現咯。都想問翻你哋即係 suggestion 就關於即係長遠即係推動法律改革啦，因為其實睇翻即係查翻即係而家家庭同居關係暴力條例，即係佢個定義關於即係暴力或者騷擾嗰方面咧，其實都即係雖然我好明確咁包括啲咩，但係其實都係 cover 即係精神嗰方面㗎嘛。咁話你哋即係以你所見，其實係而家個問題係在於即係未夠清晰啊，定係點樣咧？同埋第二樣都想問翻啦，因為係啦，都見其實係即係呢個民事限制啊嘛，即係有冇話其實你哋係覺得即係再進一步具體，例如可能應該係點樣嘅刑事限制咧？例如係即係係啦，關於涉及邊啲行動咧咁樣。我諗我想先回應咗你頭先講嗰個即係啱啱問嘅嗰條問題啦，即係家暴條例裏邊都有包括嘅，咁會有包括話去即係精神暴力，咁但係即係我諗家暴條例本身係一條民事嘅法例，咁而嗰個民事法例你可以通過一啲即係譬如唔同嘅家暴行為，包括可能係一啲肢體嘅暴力，包括係一啲精神虐待啊等等呢啲嘅行為咧，去申請一個禁制令，譬如話唔俾施暴者去返佢嘅住所啊，去接近受害人啊，接近受害人佢工作嘅地方啊，咁等等。
所以呢個只係一個民事上面嘅條例。當然，如果佢喺呢啲行為上邊、家暴行為上邊，佢再做咗一啲刑事嘅行為，咁就當然可以再用翻刑事嘅法例去即係做一啲嘅檢控。譬如話佢喺即係做嗰啲家暴行為裏邊，真係涉及一啲即係比如係毆打啦，可能涉及一啲嘅即係恐嚇啦嚇，咁呢啲係一啲刑事嘅行為嚟嘅。咁我哋現有法例就可以用刑事去處理。咁但係我哋頭先即係譬如喺問卷嗰度問嘅嗰8題，即係嗰啲嘅即係精神虐待啊，嗰啲操控性嘅行為咧，其實我哋見到，我哋知道係一啲精神虐待嘅行為，但係係咪咁容易將佢入到落去做一啲刑事嘅行為去做咧？又或者甚至乎係喺家暴條例嗰度，係咪咁容易就係可以話佢係一啲即係精神虐待嘅行為成立？跟住就再去行家暴條例本身賦予嘅嗰啲譬如禁制令啊嗰啲嘅位，咁所以我哋見到喺呢度咧，其實係有一個落差嘅。咁所以我哋點解嗰個建議嗰度，其實我哋頭先講到啱，我哋就係話建議我哋開始去研究，會唔會好似參考英國啦、參考澳洲啦等等，有一啲國家或者一啲省咧，佢哋其實係將呢啲操控性嘅行為、強制性嘅行為咧，係變成咗一啲刑事嘅法例，就係如果你做咗呢啲嘅行為咧，其實係犯緊一啲嘅刑事法，咁你變咗其實你嗰個所謂檢控 prosecution 其實就嚟自公權力，就唔係話由嗰個受害人佢自己去做呢一個嘅舉證，佢自己去再即係通過呢一個而家香港嘅家暴條例去做一啲民事嘅一啲保障嘅行為啊嚇，咁所以係有呢一個嘅分別喺度嘅。咁另外我都想再回應翻你少少之前去問，就係話我哋問卷睇到嗰個認知似乎係好高喎，即係對於嗰個精神暴力，咁但係嗰個求助又似乎又好似偏低喎，咁中間嗰個落差點樣去解釋？我就會覺得其實正正就係嗰種譬如法律本身都有一個嘅教育性，同埋佢係提供咗一個嘅途徑。咁所以其實我哋而家個調查正正就睇到原來認知都相對係高嘅，咁但係唔去求助，就係因為冇出路，佢亦都唔知佢求助啲乜，點樣求助，揾邊啲人求助，就算揾咗社工，社工可以幫到啲乜咧？咁法律有冇再有一個嘅，即係或者會唔會再有其他嘅係可以幫到佢手去離開呢一種嘅精神虐待咧？咁其實如果我哋見到有啲位係未有呢個出路嘅話咧，其實亦都會讓人去再三去諗，咁我究竟要唔要去求助？我求助係得到嘅嗰個結果會係點樣？咁所以喺呢度我哋亦都係建議喺法律上邊開始去睇一睇，會唔會係呢一個刑事將某一啲呢一啲嘅操控嘅行為、強制嘅行為，將佢刑事化，都可以係一個有教育性，同埋一個俾到即係受害者一個求助嘅出路咧。好似正想討論話，即係可唔可以理解到，即係而家因為始終一個民事嘅行為，即係要個受害人自己去即係告對方啊，咁變相即係好似你頭先講啦，即係自己要提供證據，一嚟有啲難去即係錄影或者點樣啦，二嚟即係都會可能對佢哋造成一啲傷害啦。但係想問翻，例如咁樣真係實施咗個禁制令啦，佢係即係假設嗰個人去嘗試逼佢而破壞咗，就會變咗係一個好似刑事就會拉到嗰個人嗰種啦，定係點樣咧？同埋因為都聽到你哋就話，即係應該好似參考國外咁樣，可能即係將一啲行為刑事化。你哋 prefer 可能即係具體上都會係嗰8類啊，同埋實際可能刑事規管可能係即係 even 係拉咗嗰啲人嗰種嘅建議定係點樣咧？ OK 好，我諗頭先即係啦，我哋嘅嗰個建議當然喺即係香港其實都係一啲好初步嘅一啲嘅討論。喺香港嗰度係咪即係可以係可能啦嚇點樣去做啦咁我諗我哋今日即係通過我哋呢一個嘅調查，我哋睇到一啲嘅狀況，我哋去提出我哋知道要去做一啲即係可行性嘅研究。喺香港嗰度其實如果係咪真係咁樣做，我哋都要做一啲可行性嘅研究，譬如包括譬如同香港差唔多嘅一啲即係所謂 jurisdictions。譬如英國、澳洲係啦，新南威爾士省佢哋都有一啲相關類似嘅法例，我哋都會睇一睇佢哋係點樣做。但係亦都再包埋落
落嚟，即係譬如香港，我哋本身亦都有家暴條例，一條民事嘅條例，點樣刑事同埋民事可以夾到埋一齊，係形成一個更加強嘅一個保護傘，係去俾到家暴受害人，無論係面對緊乜嘢形式嘅家暴嘅受害人，佢哋一個嘅保障。咁我諗呢一個即係如果我哋喺今日已經講話條法例嘅改革必須要點行，我諗係言之尚早嘅。我哋好希望係可以即係今日係個開始啦，係去做一個可行性嘅研究，去睇一睇法律擺翻落嚟香港嘅狀況，而亦都參考外國嘅一啲嘅法例，係咪可以喺香港嗰度點樣去做有個參考咧？咁我諗呢一個係我哋今日個記者會嘅嗰個即係建議嗰度，我哋最主要係想咁樣去，即係希望係可以開展到一個嘅即係法律上面可行性嘅一個嘅研究嘅。唔該晒，睇下仲有冇其他記者朋友咧，有其他問題想了解多啲啊？好，咁去到呢度咧，咁不如就如果未有其他問題唔緊要，我哋如果稍後需要嘅或者想有其他個案咧想採訪咧，我哋都可以為大家做安排嘅。咁去到呢度咧，我哋今日嘅調查成果發佈會咧就去到呢一度啦。咁不如咧最後邀請啦我哋3位嘅講者啦，時事啦 Ada 同 Crystal 咧，可以再嚟台前咧影一個合照啊！唔該晒3位。